今年酸菜产量虽然比往年较少，不过市府行销的脚步却无停困，为了将酸菜好滋味和旅客留下深刻印象。淡市旅游局结合5星级酒店推出一系列限定台南的创新料理。副市长戴谦嘛动手来做酸菜入菜冷面，邀请全国民众把酸菜产期来台南省品尝5星级创意料理。台南小吃水个好吃，小吃好吃，但是小姐漂亮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我们整个在芒果季节里面呢，现在农业局这边呢提出了一系列的芒果节，一系列的芒果节，那6月开始到7月23号礼拜，这个 weekend 呢是最后一次的这个芒果节，所以呢。欢迎所有的乡亲朋友呢，这个西老带见呢，一起来参加。市府过去甲饭店、连锁饮料等业者合作，以台南当季农产来研发新产品上市，就来互店家业绩成长12%，嘛刺激消费，增加农民的收入。所以今年甲5星级酒店合作，希望再创好成绩。经营酒店李总经理这边，嘛个麻烦的主厨佮咱开发好几道不同的料理。我希望这拢是咱伫未来，咱一个酸菜行销的部分大家除了食青的酸菜以外，这个好的餐点料理，嘛是咱未来要佮努力方向。像酸菜当食青的，佮咱做料理，我想对咱未来各农的行销有足大的帮助。5星级酒店所推出的总共有7道料理，色香味10足，嘛互在场的贵宾印象深刻。台南新闻本集采访报道。